返嚟節目時間，阿Sana最近有冇諗住飛去邊度旅行啊？都有計劃緊㗎，不過知道啦，近期發生過幾宗航空事故，而家坐飛機都有少少怯怯地㗎。係咁，其實飛機咧都算係最安全嘅交通工具之一，因為每次飛機起落，甚至喺萬米高空中，都有一班守護者默默守護住乘客嘅安全。新聞深度遊帶大家走入機場了解下。隨住旅遊業嘅復甦同航空需求嘅增長，舊年澳門國際機場旅客吞吐量超過700萬人次。面對咁龐大嘅客流量，機場安檢可以話係航空安全嘅第一道防線。除咗處理機場通行證嘅審批、監管機場各個單位嘅運作等，最主要嘅係防止違禁品同危險品登機，保障航班安全運行同預防恐怖襲擊等。從行李安檢到人身檢查，每個環節都仔細檢查。除咗爆炸品、易燃液體同腐蝕性物質等嘅危險品之外，大家成日用到嘅充電寶，即係鋰電池，亦都係屬於第9類危險品，並有攜帶上嘅限制。充電寶上必須要有清晰嘅容量標示，俾安檢人員確認之後，先可以帶上機。咁一般嚟講，超過160瓦特小時嘅充電寶係唔可以帶上飛機嘅。好多旅客可能以為呢個充電寶係可以託運啊，咁其實係唔得嘅。咁呢個亦都係基於安全考量啦。因為由於託運行李常常發生呢個碰撞同埋擠壓啦，咁加上貨倉就唔好似客倉咁會加壓嘅，可能會造成一個充電寶發生短路或者膨脹啦。咁如果你放喺託運行李入邊呢，就冇辦法即時可以知道同埋處理啦。咁甚至可能發生爆炸或者起火咁樣。機場安檢配備咗 X 光機、金屬探測門同爆炸物衡量探測系統等嘅設備。安檢部門喺節假日期間，平均每日檢查大約1萬至13000人次。而為咗應對日益增加嘅旅客流量，澳門國際機場喺今年第1季啟動中央旅客安檢通道嘅改造工程，並預計喺第3季完成。咁由原本嘅6條安檢通道改為8條啦，咁亦都會引入一啲智能安檢設備，例如呢個毫米波人體掃描安檢儀啦、自動托盤回收系統啦，同埋一個獨立行李復檢系統通道等等嘅。咁同時我哋都會引進呢個單一身份系統啦，咁希望目的就係加快呢個旅客嘅處理速度啦，並改善旅客體驗啦。而新嘅安檢通道預計將安檢旅客處理量提升至1.8倍嘅。睇落平靜嘅機場周邊環境，其實隱藏住唔少嘅安全隱患。其中一個就係鳥擊，全球不時都會發生飛機遭鳥擊事件，輕則造成飛機損壞，嚴重嘅更加可能會引發重大事故。就有一次呢，就有6、7隻麻鷹啦，喺我哋嘅跑道上邊呢就盤旋啊。咁麻鷹呢係我哋鳥擊高危嘅品種啊。咁我哋驅趕呢，佢唔肯離開，又或者離開咗一陣又再翻嚟。咁我哋就估到可能喺跑道上邊可能有佢嘅獵物，咁我哋就即刻展開咗呢個嘅跑道巡查啦。咁真係喺跑道隔離嘅草地，我哋發現咗一隻受傷嘅雀仔。咁當我哋清理咗呢一個雀仔之後，再進行驅離呢，咁嗰啲麻鷹呢就已經離開我哋機場嘅即係跑道範圍區。為咗保障航班起落安全，減少鳥類對飛機運行造成嘅潛在威脅，營運標準及野生動物協調員從日出到日落都會開住配有移動聲波驅鳥器嘅車，帶住多種裝備，包括手攜式激光設備等，喺機場內巡邏。即係當我哋見到我哋想要驅趕嘅雀鳥，我哋可以揸住呢架車，一邊響住呢一個聲波驅鳥器去進行驅趕啦。咁呢一個呢，就係我哋嘅驅鳥槍。咁佢係我哋最有效嘅驅鳥方法嚟嘅，即係可以好快速將嗰啲雀鳥趕去我哋想佢飛去嘅地方咯。譬如話我哋見到雀鳥啦，咁我哋開一槍，咁對住佢開一槍，咁佢去到個頂部呢，佢會再響一下嘅。咁雀鳥呢，知道受到危害啊，或者佢嘅生命有威脅呢，佢就會即刻飛走噶啦。但並唔係每種鳥類都會對飛行安全構成威脅。佢哋需要一邊揸車一邊留意邊度有雀鳥等嘅出現，更加要即時判斷會唔會對飛行安全構成威脅。I will proceed for dispersal. Use burst scaring pistol.
如果我哋見到嗰個種類，我哋認為佢係會影響到飛行安全嘅，咁我哋會通知塔台，之後進入跑道去驅趕。譬如話，我哋成日見到嘅燕子啊、麻雀啊，咁呢一啲嘅鳥類呢，其實佢對飛行安全嘅影響真係唔大嘅，因為咁大嘅飛機去撞一個咁細嘅雀。咁但係如果係麻鷹啊，又或者係我哋嘅嗰啲鷺鳥啊，咁呢啲大體積嘅雀鳥，如果佢喺我哋嘅跑道上邊度盤旋或者係停留嘅話，咁佢對飛行安全呢就有好大嘅影響啦。佢哋亦會制定一系列嘅鳥擊預防措施，包括對機場內同周邊生態環境區域進行改造，減少鳥類喺機場附近活動。要選擇適合我哋機場土地嘅草啦，亦都要選擇同一時間要選擇雀鳥唔中意停留喺呢一啲嘅草面上邊嘅呢一種種類，我哋選擇嘅草係呢一種啦。咁個高度有嚴格嘅要求嘅，唔可以高，等雀鳥咧唔可以喺呢啲嘅草地上邊度匿埋啦。10到15 cm 之內啦。澳門國際機場特登喺飛機着陸區域設置固定聲波驅鳥器，以聲音嘅方式驅趕雀鳥，保障飛機升降時候嘅安全。呢一個位置因為係飛機降落會掂到地，同埋起飛可能大概喺呢一個位置離開我哋嘅跑道，同埋呢一個區域係鳥擊事故發生得比較多嘅一個區域啦。澳門國際機場亦正部署探鳥雷達，當雷達投入營運嘅時候，可以探測鳥群嘅狀況同位置等，並會通知空中交通服務處同營運標準及野生動物協調員，佢哋會去到相應嘅區域，對飛行安全可能有危害嘅雀鳥進行驅趕，而空中交通服務處亦都會作出相應嘅處理。澳門國際機場今年1月平均每日約有170架次航班起降，舊年全年航班起降超過59000架次。而機場營運部空中交通服務處可以話係萬米高空中嘅交通指揮官，佢哋責任相當重大，主要職責係確保飛機喺地面同空中嘅安全運行，防止飛機之間同飛機同障礙物之間發生碰撞，協調飛行計劃，包括航線同放飛時刻，確保空中流量快速有序。其實我哋澳門機場嘅空域呢，係位於廣州飛行情報區同埋香港嘅飛行情報區嘅邊界上面，環境就比較特殊，需要同時同北邊嘅珠海進近啦，同埋南面嘅香港進近呢進行協調嘅工作，先至可以放行到飛機嘅。我哋呢依據國際民航組織啦、澳門民航局嘅規章同埋空管運行嘅程序規則嘅要求，對我哋空域範圍裡面嘅航空器呢，需要提供足夠嘅距離，確保我哋嘅飛行安全同埋營運效率嘅。佢哋亦會利用目視同監控設備，監控所管轄範圍內所有飛行活動同地面活動。2次雷達可以見到澳門空域同周邊地區飛機嘅高度、速度、位置等，監控澳門空域範圍飛機之間有足夠嘅安全距離。除咗天空上面嘅雷達之外呢，我哋亦都有地面雷達啦。咁地面雷達好多時有發現啦。咁為咗防止呢個跑道入侵呢，我哋有呢個地面雷達呢，可以睇到我哋呢周邊範圍裡面，除咗飛機嘅喐動之外呢，亦都睇到呢個車輛嘅喐動嘅。如果呢車輛呢係未授權進入咗我哋呢個跑道範圍裡面呢，我哋呢個地面監控呢係會有呢個警報嘅。當發現或者收到緊急情況嘅時候，空中交通服務處依據緊急預案啟動通報流程，就事態發展同各方保持緊密協調同聯絡。咁如果我哋收到一啲飛機例如引擎故障啦，需要返航嘅情況之下呢，我哋就會啟動我哋預先寫好嘅機場應急程序，去通知我哋機場內部所有嘅單位咧去協調嘅。例如我哋機場消防咧，咁佢哋又會根據我哋制定嘅應急程序咧去啟動佢哋嘅應對。如果不幸發生事故，機場消防隊係保障市民同旅客生命財產嘅最前線，佢哋肩負住應對飛機起火、燃油洩漏等突發事件嘅重任。消防隊員經過嚴格嘅專業訓練，以應對各種航空事故嘅能力。機場消防喺舊年共執勤233宗，主要因應惡劣天氣進行戒備、飛機補充燃油期間嘅安全監控等。二車隊員留意，係飛機引擎測試，
係飛機引擎測試，主站嘅二車隊員準備去車。主站要收路。機場消防主站嘅瞭望塔可以監察飛機升降情況，當發生緊急情況，可以透過碰撞警報系統、廣播系統通知主站、分站嘅人員前往事故現場。機場消防咧最主要係負責飛機同埋周邊嘅配套，例如我哋嘅客運大樓啦、油庫啦、倉庫等嘅滅火救援工作。機場消防咧係需要滿足國際民航組織嘅要求，喺最佳能見度同地面條件下，2分鐘內抵達跑道任何發生意外嘅地方，3分鐘內到達其他飛機嘅活動區域。所以機場設有2個消防站，消防主站就係靠近跑道嘅，而消防分站呢就喺停機坪。澳門國際機場嘅消防隊配備咗先進嘅消防車輛同救援設備。機場嘅消防車同普通嘅消防車亦都係有所不同。機場消防同城市消防比較大嘅分別係滅火模式。機場嘅消防車可以邊行邊射水，而且載泡量同載水量都相對較大嘅。由於飛機內涉及大量嘅燃油所以針對飛機火嘅特性，機場嘅消防車配備嘅滅火劑係以泡沫為主，可以喺短時間內撲滅火勢嘅。機場消防正進行日常車輛訓練，而家展示緊嘅係刺針車邊行邊射水訓練。佢車頂上係配備有油壓臂啦，同埋刺針噴嘴。而刺針噴嘴嘅出水量係每分鐘1000升。如果遇到機艙內部嘅火警，我哋可以利用刺針刺穿機身，將滅火劑直接釋放喺機艙內部，可以快速有效咁滅機艙內部嘅火勢。而油壓臂上嘅頂炮可以同時選擇出水、泡同埋滅火乾粉。而車輛嘅底部都設有多個保護噴頭，可以安全咁穿越地面嘅流燙火。機場消防除咗陸地上嘅救援之外，亦都需要執行跑道周邊水域涉及航空器意外嘅拯救工作，所以亦都配備消防快艇。船頭配備滅火喉筆，船尾裝備2台150匹嘅船尾機，航速可達每小時30海里，可載12人。另船上會配備多3個救生筏，每個可載38人。海上搜救需要團隊嘅合作，所以當飛機事故發生在海上嘅時候，我哋會聯合其他海事部門共同展開海上拯救。機場消防需要快速反應，應對飛機起火、危險品洩漏等複雜情況，並喺緊急嘅情況之下進行人員救援工作。消防表示，根據國際民航組織嘅要求，機場消防嘅日常訓練項目包括模擬引擎火、機艙火嘅滅火訓練等，不斷提升應急處置同團隊協作能力。澳門國際機場每年亦都會組織大型事故演習，針對處理傷者和大型事故時嘅傷者分流嘅救護訓練，訓練隊員嘅快速應變時間測試同埋夜間行車練習嘅夜間反應測試。此外，會定期與相關部門進行模擬飛機事故嘅聯合演練，評估不足並持續優化緊急應變計劃，以確保喺真實情況下能夠迅速有效地應對各類型嘅緊急事故。消防局會定期同澳門國際機場協調，共同評估救援車輛同救援技術等，持續更新救援設備，並派出人員參與各項專業培訓同交流，以持續提升整體應急救援處置能力。真係好多謝呢班幕後功臣，等我哋可以安心暢遊世界。係啊，今集節目時間差唔多啦，節目尾聲送上最後一個環節，娓娓道來，咁同大家到上海街頭欣賞一款經典卡通角色嘅巡迴展覽。